相。起来了，四不像，四不像！哎，好了，别蹦了，刚从狗窝出来，被子都被你弄脏了。你也知道这是狗窝呀！凭什么你有时候会在大城市让我睡狗窝？好，别动了！Surprise， 四不像！谁啊？兔爷，您这一晚上都喝多少杯了？四不像走了，我只好独自买醉。啊？可您喝了一晚上都是胡萝卜贼呀！你不懂，小不像不在，喝什么都让人心醉。那个，怎么，你也觉得我应该勇敢一点吗？不是，难道你想说让我遵从内心？不是，那你是劝我追随四不像而去？得嘞，就听您的，也要去山里找四不像。就是这儿了，路人店。Surprise， 四不像！这谁呀，四不像？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！这是我店里的保安。什么？这蓝白花花的京巴是你店里的保安？谁信呐？你才是！好了，你们两个别打了。快说，这谁啊？四不像？这位就是兔爷。啊，就这货啊！我是兔爷。几百年前，我携神药从月宫下凡，解了瘟疫之苦，博来了我兔爷的名号。但时过境迁，我渐渐被人们忘记。就这样，我在凡间浑浑噩噩的过了好多年。照这样下去，还找什么徒生价值啊？这是，这心中的躁动是怎么回事？我托人问到了四不像的地址，一想到要见真人，还真有点紧张。这是一个人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反差萌，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啊！您呢？确实难以置信。投奔我啊？可我这儿没地方给你住啊！我给你扩建房子呀，52厅3厨3卫，湖景房宝物室豪华3居松软大床。太麻烦了。四不像，让兔爷留下吧。既然四不像你也同意了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那我就在这儿住下了。凭什么你可以睡床啊？你别想抢我们四不像的地方啊！你下去！告你，给我下去！去！有声小剧场。猜猜兔兔会从哪个洞里出来呢？错误，错误，错误。正确答案是，哈哈，没想到吧？狡兔三窟出自《战国策》，狡兔有三窟，仅得免其死耳。意思是说，狡猾的兔子会有多个藏身的洞穴，这样才不会丧命罢了。兔兔还不是为了活命。